为丈夫和孩子走出瘾症，迎来新生命祷告。第59天，感恩之心养成。凡事谢恩的父神，你的旨意是要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常常喜乐。凡事谢恩，我祈求你帮助我的丈夫和孩子，在任何境况中，无论是顺境还是看似艰难的康复过程，都学习数算你的恩典，培养一颗时时感恩的心。愿感恩成为他们生命的常态和有力的武器，以此击溃抱怨、自怜、贪欲和苦毒的灵，让赞美和感谢常常充满他们的口，转变他们的视角，从看环境转为定睛于你的信实和恩典，从而充满积极的力量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